教下先我哋。嗱，好簡單㗎啦。普通呢啲油咧，如果企下先。你咪講得好，打到一樣咧，一個回合就已經最多個隊員一下高溫隊員加比啦。即係好似話我如果行街咁計，8110嗰隻 EFP 啊，新版嗰隻3零咧，我就覺得咁高。帥哥，因為以前可以这个能说对了，我们先拍一点好不好？把它关掉吧。唔係即係等對比佢話，可能啱啊。手機有兩三年嘅啦，咁呢啲咧可以行大。我反而覺得以前嗰隻 JTEC 可惜冇人做啊！我覺得 JTEC 係最好用嘅，如果係街車落場咁計，辣椒油應該知唔知啊？14年就入咗去大陸做，即係以前勁龍佢哋做嘅。屌你老後生嘅，我頂你900，開喎你我睇。唔係啩？你900？你今年呃我啊你？等㗎，花紋啊，呢個呢度。